大家好，我是 Lisa。我这个美国留学的影片呢，也做差不多快2年了。这2年来呢，我一直在说，先读社区大学软赫都软赫，不仅可以省钱，然后又小班制，然后课程也比较简单，混得好的话呢，也可以转到不错的学校。那问题来了，既然社区大学这么好的话，为什么很多人不选择社区大学，而是直接选择去读4年制大学呢？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好像看到很多人在点头嘞。奇怪了，你是看到鬼哦？娃娃 TV。那今天这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读社区大学的坏处。首先呢，就是你需要忍受你们家亲朋好友的闲言闲语，毕竟社区大学在台湾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大学，连我阿嬷跟我姑伯都去读过。所以不了解美国社区大学的亲朋好友们呢，听到你要去读社区大学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闲言闲语啦。这个呢，我觉得是有解决的方法啦。就是呢，跟他们讲清楚、解释清楚嘛，再不然就是让他们练个2到3年，等你转学之后呢，他们应该就没话说了吧。再来就是你需要申请2次学校，第一次呢是申请社区大学，第2次呢是2年后呢你要申请转学，然后也需要重新适应环境啦。不过我觉得这也还好啦，依我跟我身边朋友们的经验来说，转学生的适应力好像都特别强哦。那第3个呢，就是比较不能 double major 双主修。我是不知道其他学校的学生是怎么样啦，不过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超变态的。如果不算转学生的话呢，差不多有80%至90%的学生呢都是 double major， 要不然最少都会有1个 major 跟1个 minor。我还有一个学妹，她更变态，她2个 major 就算了，她还在给我加1个 minor， 我都觉得她根本有病。那么多 major minor 是要怎么读啦？我1个 major 就够我忙了，她还给我2个 major 加1个 minor， 这么多 major minor 是要怎么 handle 啦？人家聪明你笨呀。那像我们这种转学生呢，很少看到有 double major 的啦，就连有 minor 的都很少啦。那些一开始就去读4年制大学的学生呢，他们有大约4年的时间可以去完成2个 major， 而像我们这种转学生呢，转学之后呢，只有大约2年的时间去完成大学，所以基本上会没有时间可以去 double major 啦。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啦，像我表姐她就是转学后还 double major， 不过就是比较辛苦啦。她基本上每个暑假都暑修，然后最后还多上了1个学期才毕业的。所以转学生 double major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而已。好，那最后来总结一下，结果是社区大学真的还不错。我绞尽了脑汁呢，只想出了这3点坏处，而且这些坏处呢，好像都无伤大雅，也都算还蛮好解决的。以 CP 值来说呢，先读社区大学还算是蛮划算的啦。结果又变成推荐社区大学了。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还在烦恼怎么选学校的同学们。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按订阅、开铃铛、加分享。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帮我按赞 follow 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哦，对了，我换相机了，请问大家画质有变好吗？我希望是有变好啦，大家留言告诉我一下哦。